安南区因为地势较低，内水不容易排出去，需要透过机械加速将内水排入下游河段，降低积水引水的情形。所以市府伫安中路二段37项的空地，将新起安中抽水站，干那0.29公顷的用地征收，得要1亿外。不过，该案伫营建署3亿外的补助，在1号上午，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动土仪式。李伟陈天辉以及各界民代甲在地乡亲拢到场，做伙见证市府持续治水，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嘛希望将安中河成为历史。动土开始，一枪头，海地平安迎亲得过，二枪头，祝贺动土顺利，天气气流。3枪头，祝贺钢铁圆满，气温汹涌，再度掌声喝彩。同时也因为过去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花园寮排水容易受外水顶拖，就是它的那个它是一个赶潮的问题。那每次大概是一个台风豪雨来的时候呢，造成我们这个排水的上游的社区它的内水没办法排入也就是会造成积水。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大概检讨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防洪闸门的一个设置，那避免这个海水的一个倒灌。那设了闸门之后呢，当然我们的一个抽水站体就必须要来做一个抽排水可以把上游的水可以做排出。抽水站是一件事，能够把这个排水的这个沟渠管道这个以及相关的这个沟渠都能够清淤，这很重要的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一方面抽水站要做好，一方面排水的通路排水的管道要清好，那这样子才能够因应这个将来可能产生的剧烈天气变化，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的这种情形。那希望说工程一切顺利，保障市民朋友的健康跟安全。伫地方拢也未有抽水站的时，李伟陈天辉就对无甲有争取治水预算，交代本年了还无了5座抽水站，以及目前关键的安中抽水站甲13电排水系统等等，拢成为治水的里程碑。所以你看咱安中河，伫遐解决了，我安中河还是无法度解决，伫东安都无法度解决，要安怎办？就是要从涵乡乡涵。对小涵开始做，那么走水水利署个营建署来看过几落道，甲咱里长、地方的里长，大家来看，嘛是无法度到尾，都是一定要学涵乡做涵乡，所以咱嘛知影这工程做了嘛是做成地方，可是做了之后，解决了。那现在就是咱13电，咱13电，咱原电力家，头多我们的局长就有讲，这个原电力这地要安怎处理？安中抽水站就是一个关键。安中抽水站动土以后，预计113年9月完工启用，希望伫雨季来临之前会当尽速完成，因应极端气候的变化。今日新闻，古文志何超邦采访报道。